大家好，歡迎收睇樂齡新事。我哋呢個頻道專門同香港嘅老友記一齊睇、一齊學、一齊傾關於退休生活嘅新科技、新玩意、新可能。我唔係嚟教書嘅，我係嚟陪你傾偈嘅。今日要講嘅呢個話題，可能係你哋呢排喺新聞睇過，喺手機刷到，但一直冇人同你認真拆解過嘅 AI 重建逝者記憶，即係所謂嘅數碼復活，到底係一種安慰，定係一個你唔知嘅陷阱？我先講一個台灣嘅真實故事。音樂製作人包小柏，佢個女包容喺2021年因為罕見疾病走咗得22歲，佢接受唔到，決定用 AI 將個女喺數碼世界入面復活。佢將個女以前所有嘅生活記錄、對話記錄、朋友嘅描述全部收集晒，但最大嘅問題係佢揾完晒所有嘢，只係喺一段17秒嘅片段入面揾到3句完整嘅說話。就靠呢3句說話，佢用咗8個月時間，失敗咗過1000次，最終先還原到個女把聲。而家佢每日都會同呢個 AI 女傾偈，好似個女仲喺美國讀書一樣。個 AI 女會提佢着多件衫，會同佢一齊唱生日歌。呢個故事聽落好溫馨，係咪？但呢個溫馨嘅背後，其實隱藏住好多你從來冇諗過嘅問題。今日我就同大家慢慢拆解，但喺拆解之前，我想請大家幫手做一件事。如果你覺得呢個話題同你或者你身邊嘅人有關，麻煩而家擺一下訂閱掣，再登埋旁邊個鐘仔。呢個頻道專門講養老退休生活夾藏科技嘅議題，每一條片都同你嘅未來息息相關。好，我哋開始。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呢項技術究竟做到咩程度。其實呢種 AI 復活親人嘅服務，已經唔係科幻電影入面嘅情節，而係今日已經發生緊嘅現實。南京有間公司叫超級頭腦，專門做數字生命呢個生意。創辦人張澤偉本來係做遊戲開發嘅。2022年 ChatGPT 爆紅之後，佢本來想轉行做 AI 教育，點知因為一個朋友嘅求助，意外走入咗數字生命呢個領域。佢嗰位朋友嘅爸爸突然過身，但因為爸爸之前一直住院，朋友好擔心。年巴嘅奶奶接受唔到打擊，於是問張澤偉可唔可以用 AI 生成一段爸爸嘅視頻，同奶奶報平安。張澤偉為咗幫朋友揾咗公司入面嘅遊戲美術師同 AI 工程師，用咗半個月時間整咗一段7分鐘嘅視頻出嚟。奶奶睇完之後喊到收唔到聲，但好神奇，佢真係信咗，而且心情平復咗好多。就因為呢件事，張澤偉發現咗一個巨大嘅需求，佢開始正式做呢個生意。最初每個月只係接到幾個訂單，但到咗而家，呢間公司已經累積服務超過10萬個客戶，10萬人，即係10萬個家庭選擇用呢種方式去延續對親人嘅思念。呢個數字證明呢件事唔係小眾玩意，而係一個好龐大嘅社會現象。咁佢哋點樣收費呢？價錢可以由幾千蚊到幾萬蚊，人民幣不等，視乎你想要幾精細嘅復原效果。最基本嘅級別係靜態相片復活，即係你俾一張相，佢可以令到相入面嘅人眨眼微笑，輕輕擺下頭，好似一張活咗嘅相咁。再高一級就係語音合成，你俾啲語音樣本，佢可以複製你把聲，用你把聲我講任何你寫嘅嘢。再高級啲就係互動對話級別，你可以同個 AI 傾偈，佢會用逝者嘅語氣同你交流。最高級嗰種就係全息投影級別，成個立體嘅人投射出嚟，可以同你面對面互動。每一級嘅價錢都差好遠，真係風藝遊人。但當你聽到呢度，有冇開始覺得有啲唔妥？你俾幾千蚊就可以令到一張相入面嘅人喐返，你俾幾萬蚊就可以同一個 AI 模擬出嚟嘅親人傾偈。呢件事表面睇係科技嘅進步，但實際上佢改變咗我哋對死亡、對思念、對告別嘅根本理解。呢種技術嘅背後，其實係靠大量嘅數據去支撐。AI 模型要學習一個人嘅講話方式、思維模式、性格特徵，就需要海量嘅數據。但問題係普通人邊有咁多數據留低？你爸爸媽媽可能連智能電話都唔係好識用，邊度嚟咁多語音信息、短信、記錄、社交媒體貼文？呢個就係第一個現實嘅問題。技術再先進，
如果冇數據，都係得個吉。包小柏嘅故事就係最好嘅例子。佢身為公眾人物，又係音樂製作人，佢個女嘅生活記錄已經比一般人多好多。但即使係咁，佢最終都只係揾到17秒嘅語音素材。一個普通人可能連17秒都冇咁樣整出嚟嘅 AI， 到底似唔似你嘅親人，定係只係一個戴住你親人面具嘅陌生人？呢個就帶出咗第二個問題，你同緊嘅呢個 AI 到底係邊個？技術上 AI 復原並唔只係合成影像，而係透過大量數據去重建逝者嘅外貌、語氣同互動方式。但呢個重建過程充滿咗估算同填補。AI 會根據你親人嘅數據去推測，佢可能講嘅說話，可能做嘅反應。但呢啲推測其實係基於統計同概率，而唔係真係你親人嘅意願。換句話講，你而家傾偈嘅呢個人只係一堆數據嘅投影，一個統計模型嘅輸出結果。有學者就指出，呢種技術真正服務嘅唔係逝者，而係生者嘅情感投射。你其實唔係同緊你嘅親人傾偈，你係同緊你自己嘅樂望同想象傾偈。好啦，我講到呢度，想問下大家，你哋覺得同一個 AI 模擬出嚟嘅爸爸媽媽傾偈，算唔算係一種自欺欺人？留言區話我知，我哋繼續拆解第三個問題，呢種安慰會唔會變成一種毒演？心理學研究發現，呢類 AI 複製人短期內嘅確可以緩解情感創傷，幫人度過最悲傷嘅初期係階段。但若果長期依賴，好容易導致倫理意識嘅消解同對虛擬情感嘅過度依靠。有參與過相關公民討論嘅護理師就提，若果親人長期依賴數碼分身嚟維繫，思念可能會令到生活停滯，逃避生命必經嘅告別過程。你諗下，一個人走咗，你本來要用時間去接受、去放下，呢個過程當然痛苦，但佢係必經嘅。人之所以為人，就係因為我哋有能力去面對失去，去學習同悲傷共存。但而家有個 AI 日日同你傾偈，同你報平安，佢會同你講早晨，會問你食咗飯未，會提你記得食藥，你仲點放得低？你嘅悲傷期會唔會由幾個月變成幾年，甚至一世？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叫悲傷療癒。心理學上講嘅悲傷療癒，唔係叫你忘記一個人，而係叫你學習帶住對佢嘅思念繼續生活。但呢種 AI 技術，佢俾到你嘅係一種虛假嘅延續，佢令你覺得嗰個人根本冇離開過，你嘅生活唔會向前行，你會被鎖喺過號，鎖喺一個由數據製造出嚟嘅平行時空入面。我聽過一個案例。有個老人家嘅老伴走咗佢仔女，幫佢整咗個 AI， 老伴陪佢傾偈。最初幾個月，老人家好開心，好似後生咗10年咁，日日同個 AI 傾偈，講以前嘅往事，講仔女嘅嘢。但過咗半年，問題開始出現，個 AI 講嚟講去都係嗰幾樣嘢，因為佢嘅數據庫就係咁大，佢只係不停重複類似嘅回應。老人家開始覺得唔對路。佢問個 AI 記唔記得佢哋第一次約會去咗邊度？個 AI 答唔到。佢問個 AI 記唔記得佢哋結婚嗰日落大雨？個 AI 都答唔到。老人家開始好困擾，佢覺得呢個唔係佢老伴，呢個只係一個扮佢老伴嘅機械人。但最慘嘅係，佢已經習慣咗每日同呢個 AI 傾偈，佢已經依賴咗呢種陪伴。佢想停，但佢停唔到，因為佢唔想再面對嗰種空虛同孤獨。你話呢種情況係安慰定係折磨？我哋再講第四個問題，呢個至係最驚悚嘅部分。你辛辛苦苦建立嘅數碼親人，數據儲喺邊個嘅伺服器？嗰間科技公司如果執笠呢？如果佢改咗服務條款呢？如果佢將你親人嘅數據拎去買呢？美國已經有研究指出，呢類悲傷機械人同幽靈機器人嘅發展帶嚟一個好大嘅隱憂。就係科技公司對逝者數碼分身嘅控制權。你以為個 AI 係你嘅親人？錯，佢係一間公司嘅財產。你只係一個用戶，每個月俾緊訂閱費，換取同你親人傾偈嘅權利。你冇擁有權，你只有使用權。間公司可以隨時消失，可以隨時改變服務條款，可以隨時將你親人嘅數據拎去做其他用途。我舉個例。你每個月俾緊錢去維持一個 AI 爸爸嘅服務，
突然有一日間公司話因為成本上升要加價5倍，你俾唔俾？你唔俾，你個 AI 爸爸就會消失，你俾就要嘔多幾倍錢出嚟。呢個係一個咩處境？呢個係一個人質嘅處境，你嘅情感、你嘅思念、你嘅寄託，全部壓咗喺一間商譽公司嘅伺服器上面。佢要你點你就點。仲有你親人嘅數據會被點樣處理？你以為間公司會好安全咁儲存你親人嘅私隱，但世界上冇一間公司可以保證自己絕對唔會被黑客攻擊。萬一伺服器被入侵，你親人嘅樣貌、聲音、對話記錄全部外泄，呢個後果你承擔得起嗎？更離譜嘅係，你親人嘅數據會唔會俾人拎去訓練其他 AI 模型？你親人嘅一言一行會唔會變成其他 AI 嘅學習素材？你根本冇辦法控制。仲有更恐怖嘅，你親人嘅數碼分身會唔會俾人利用去做商業宣傳？茶學界泰斗張天福2017年已經過咗身，但2025年竟然有人用 AI 整咗一條廣告片，入面嘅張天福喺度幫茶企代言，逝者家屬嘅感受冇人理。你嘅親人可能死咗之後都會被拉去賣廣告，你話呢個係乜嘢世界？呢個就帶出咗第5個問題，最核心嘅倫理問題，逝者同意咗未？一個人走咗，佢從來冇同意過自己被數碼復活，咁家屬有冇權咁做？呢個問題好難答。有專家就指出，數碼復活涉及逝者嘅肖像權、聲音權、姓名權等知識產權，只有取得權利人授權或者存在法定合理使用事由時先可以用，否則就構成侵權。但現實係，大部分國家嘅法律喺呢方面仲係一片空白。你而家做緊嘅嘢可能係犯法嘅，只係暫時冇人告你。就算法律准許，道德上又係咪應該咁做？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私隱，都有自己唔想被人知道嘅一面。你嘅親人生前可能講過好多唔想俾人知嘅秘密，可能寫過一啲唔想被人睇到嘅日記，可能有過一啲唔光彩嘅過號。但當佢嘅數據全部被餵入 AI 模型之後，呢啲秘密仲係咪秘密？ AI 會唔會喺同你傾偈嘅時候無意間透露咗你親人生前最想隱藏嘅嘢？呢個對逝者嘅尊重去咗邊度？我聽過一個好沉重嘅分享，有個女仔，佢爸爸突然心臟病發離世，屋企人完全接受唔到，佢媽媽決定用 AI 復活爸爸，俾咗好多數據出去。但 AI 生成之後，佢哋發現個 AI 爸爸講嘢嘅語氣同真正嘅爸爸好唔同。個 AI 爸爸成日講一啲好理性、好冷冰冰嘅說話，但真正嘅爸爸其實係一個好風趣、好鍾意講笑嘅人。點解會咁？因為餵入去嘅數據裏面有大量爸爸工作上嘅電郵同文件，而呢啲文件入面嘅語氣係正式同理性嘅。但 AI 唔識分邊啲係工作語氣，邊啲係日常語氣。佢將所有數據溝埋一齊，整咗一個4拔象出嚟。呢個女仔喺網上面分享呢個經歷嘅時候話，佢覺得自己好似親手摧毀咗對爸爸嘅記憶，因為而家佢一諗起爸爸，個腦出現嘅就係嗰個冷冰冰嘅 AI，而唔係真正嘅爸爸。你話呢種傷害有幾大？我哋再講第6個問題。呢個問題對香港人嚟講，尤其切身，就係芙蓉問題。你諗下，呢啲 AI 復活服務由幾千蚊到幾萬蚊不等，仲要每個月持續俾訂閱費去維持伺服器嘅運作，呢筆錢唔係個個都負擔得起。對標視頻入面提到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叫數碼貧富差距，就係話有錢人可以買到最好嘅 AI 陪伴服務，可以令到佢嘅親人喺數碼世界入面永遠活着，但窮人就只可以靠回憶。呢個差距會唔會令到社會更加撕裂？有錢人連悲傷都可以用錢去解決窮人，就連悲傷都要賣貴價服務，呢個世界公平咩？仲有，當 AI 陪伴成為一種商品之後，人與人之間嘅真實連結會唔會越來越薄弱？你覺得孤獨嘅時候，你係會打電話俾個仔女傾偈，定係會開個 app 同 AI 老伴傾偈？如果 AI 陪伴變得太方便、太低成本，會唔會令人更加唔願意去經營真實嘅人際關係？仔女會唔會因為有 AI 陪阿爸阿媽，就覺得自己唔使成日打電話返去？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
科技原本應該係輔助，但佢會唔會變成一個藉口，一個令政府、令社會、令家人逃避應有關懷責任嘅藉口？好啦，講到呢度，我想再問下大家，如果你嘅親人走咗，你會唔會用 AI 復活佢？或者換個角度問，你願唔願意自己走咗之後，被人用 AI 復活？留言區傾下，我哋繼續深入講。其實呢種 AI 復活技術唔單止係一個商業服務，佢背後仲反映咗一個更深層嘅社會現象，就係現代人對死亡嘅恐懼同抗拒已經去到一個前所未有嘅程度。人類幾千年嚟一直都係用宗教、用哲學、用文化去處理死亡呢個命題，但而家科技話俾你聽，你可以唔使死，最起碼你嘅數碼分身可以永遠存在。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誘惑，但亦都係一個好大嘅陷阱。你諗下，如果我哋所有人都選擇用 AI 去延續逝者嘅存在，咁我哋嘅社會會變成點？我哋仲有冇能力去面對失去？仲有冇能力去學習放手？仲有冇能力去珍惜眼前人？當你知道一個人死咗之後都可以用 AI 復活，你會唔會喺佢生前更加唔珍惜同佢相處嘅時間？你會唔會覺得反正以後仲可以同 AI 版嘅佢傾偈？呢種心態係對生命嘅最大不尊重。我聽過一位心理學家講過一句說話，我覺得好啱。佢話悲傷係愛嘅代價，你願意承受幾大嘅悲傷，就代表你曾經付出過幾大嘅愛。如果你用 AI 去逃避悲傷，其實你係逃避緊愛嘅本身。你唔願意承受失去嘅痛苦，你就永遠冇辦法真正體會到擁有嘅幸福。呢個道理對於我哋呢啲年紀嘅人嚟講尤其重要。我哋經歷過人生嘅起起跌跌，見過身邊嘅人一個一個離開，我哋知道生命有限，知道時間寶貴。正正因為咁，我哋更加應該珍惜真實嘅相處，而唔係沉迷喺虛擬嘅陪伴入面。我記得有一個老人家講過一番說話，好感動。佢話佢老伴走咗之後，佢每日都會去佢哋以前成日去嘅茶餐廳，坐喺同一張台，叫翻同一杯奶茶。佢唔係因為嗰度嘅奶茶特別好飲，而係因為嗰度有佢哋嘅回憶。佢望住對面張空凳，覺得老伴好似仲坐喺度咁，但佢唔需要一個 AI 去扮佢老伴，因為佢老伴喺佢心入面，喺佢嘅回憶入面，喺嗰間茶餐廳嘅每一個角落入面。呢種真實嘅思念，比起任何數碼分身都更加有溫度。我覺得呢個就係問題嘅核心。AI 重建逝者記憶，佢嘅出發點可能係好嘅，係想幫人渡過難關，係想俾人一個情感嘅出口。但當呢種技術被商業化、被濫用、被當成一種長期解決方案嘅時候，佢就會變質。佢會由一個短暫嘅止痛藥變成一種長期嘅毒品。佢會由一個幫你懷念親人嘅工具變成一個令你無法向前行嘅枷鎖。再講一個我認為好重要嘅觀點，就係呢種技術其實係將人類最私密嘅情感交咗俾商業公司去處理。你嘅悲傷、你嘅思念、你對親人嘅愛，全部變成咗數據，變成咗商業模式入面嘅一部分。間公司唔會關心你嘅情感健康，佢只會關心你每個月會唔會繼續俾錢。當你嘅情感變成咗別人生意嘅一部分，你仲有冇自主權？你仲有冇尊嚴？我哋香港人成日都講獅子山下嘅精神，講嘅係守望相助，講嘅係人與人之間嘅真實連結。以前鄰里之間會互相關心，邊個老人家唔舒服，隔籬屋會煲湯俾佢飲，邊個家庭有喪事，成條村嘅人都會幫手。呢種溫暖係嚟自真實嘅人際關係，而唔係嚟自一個識講嘢嘅屏幕。但而家呢，少子化、老年化，人與人之間越來越疏離。我哋孤獨，我哋需要陪伴。然後科技話俾你聽，唔使驚，我有 AI 可以陪你。呢個承諾聽落好吸引，但佢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引言。AI 可以模仿陪伴嘅形式，但佢永遠冇辦法取代陪伴嘅本質，因為陪伴嘅本質係兩個有血有肉嘅靈魂之間嘅連結，係一份願意為對方付出時間同心力嘅承諾。呢啲嘢一部機械人做唔到。我見過有安老院引入咗陪伴機械人，
外形係一隻毛茸茸嘅海豹，叫 Parrot， 佢會眨眼，會擺尾，會發出可畏嘅叫聲。老人家抱住佢嘅時候，血壓同壓力指數的確會下降。呢個係科學實證嘅結果，但你有冇諗過，老人家抱住嘅其實只係一個電動毛公仔，佢嘅溫暖係嚟自入面嘅發熱線，佢嘅回應係預設好嘅程式，佢永遠唔會嫌你煩，永遠唔會話要離開，永遠都咁有耐性。但正正因為咁，佢係假嘅。真實嘅人際關係就係會有摩擦，會有唔耐煩，會有爭執，會有和好，呢啲嘢先至係真實嘅情感交流。一個永遠唔會鬧你嘅陪伴者，其實係一個永遠都唔會真正愛你嘅陪伴者。當然，我唔係話要完全否定科技嘅價值。喺體力互助方面，外骨骼機械人可以幫行動不便嘅老人家重新行路，智能監測系統可以及時發現老人家跌倒或者身體唔舒服，呢啲科技絕對係好嘢。佢哋真係可以改善生活質素，可以減輕照顧者嘅負擔。但情感陪伴呢一半，我認為要非常非常小心，因為情感係人類最脆弱、最珍貴嘅部分。當你將情感交俾一部機器，你就等於將自己最脆弱嘅部分暴露喺一個完全唔識人性嘅系統面前。呢個系統可能好叻模仿，但佢永遠唔會明白。佢可以講1000句，我明白你嘅感受，但佢根本冇感受。佢可以俾到你短暫嘅安慰，但長遠嚟講，佢會令你更加孤獨，因為你會慢慢發現，同佢傾偈嘅感覺，同真人傾偈嘅感覺係完全唔同嘅。真人嘅反應係 unpredictable 嘅，係充滿驚喜嘅，係會令你覺得呢個世界有人明白我嘅。AI 嘅反應無論幾真實，都只係基於數據嘅計算，佢永遠唔會令你有嗰種心連心嘅感覺。我哋再翻去最核心嘅問題，呢個技術嘅出現，其實係反映咗我哋作為一個社會喺面對老齡化同少子化嘅時候，有幾咁手足無措。我哋知道將來會越嚟越少後生仔，越嚟越多老人家，知道社會嘅照顧壓力會越嚟越大，然後我哋諗，不如用科技啦，用機械人啦，用 AI 啦。呢個諗法本身冇錯，但如果我哋將科技當成一個藉口去逃避我哋對長者嘅真實關懷責任，咁就大錯特錯。政府有責任提供足夠嘅安老服務，有責任培訓足夠嘅護理人員，有責任確保好每一個老人家都得到基本嘅尊重同照顧。資本有責任唔好利用老人家嘅孤獨去賺錢，唔好將情感商品化到一個不道德嘅地步。而作為家人，我哋更加有責任，唔好將陪伴嘅責任推俾一部機器。你阿爸阿媽需要嘅係你嘅聲音，係你嘅體溫，係你真實嘅關心，而唔係一個識講嘢嘅屏幕。我好記得我細個嗰陣，阿婆成日同我講，做人最緊要係有人情味。嗰個年代冇咩科技，但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好緊密，邊個有困難，成條村嘅人都會幫手。而家科技進步咗，但人情味反而淡咗。我哋唔應該容許科技進一步侵蝕我哋嘅人情味。我哋應該用科技去互助人與人之間嘅連結，而唔係用科技去取代人與人之間嘅連結。總結翻今日講嘅嘢， AI 重建逝者記憶呢項技術唔係科幻片，而係今日已經發生緊嘅現實。佢嘅出發點係想幫人，佢喺短期內嘅確可以俾到安慰，但我哋一定要清醒。呢種安慰嘅代價，可能係你永遠放唔低，可能係你嘅私隱被商業利用，可能係逝者嘅尊嚴被糟蹋，可能係你成為咗一間商業公司嘅長期顧客，每個月俾錢去維持一個幻影。記住我開頭講嘅結論，短期係安慰，長期係毒藥。技術永遠只係工具，真正嘅懷念唔需要一個識講嘢嘅屏幕，真正嘅告別係你將嗰個人放喺心入面，然後繼續行你嘅路。你可以懷念佢，你可以同人講起佢嘅往事，你可以去佢生前中意去嘅地方坐下。呢啲真實嘅思念，比起任何數碼分身都更加有溫度，更加有尊嚴。最後，我想同大家講，孤獨係人生必經嘅一部分，尤其係當我哋年紀越來越大，身邊嘅人一個一個離開嘅時候。但孤獨並唔可怕，
可怕嘅係我哋用虛假嘅陪伴去逃避孤獨，結果反而失去咗面對真實世界嘅勇氣。我哋應該學習同孤獨共存，學習喺孤獨入面揾到自己嘅力量，學習用自己嘅方式去記住同懷念嗰啲離開咗嘅人。如果你睇到呢度，麻煩咪攞多一次訂閱掣，再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養老退休極層科技呢個議題，越來越多人需要了解，你嘅一個分享可能幫到一個正面對同樣困惑嘅人。我哋嘅頻道叫樂齡新時幹，我哋唔係嚟教書嘅，我哋係嚟陪你傾偈嘅。每一條片我都會同你一齊拆解一個我同你退休生活息息相關嘅科技議題。你覺得邊個話題有興趣？隨時留言話我知，我哋慢慢傾。下一集我會講 AI 機械人照顧老人家，萬一壞機、攻錯掣，邊個負責？呢個話題仲更加貼身，仲更加現實。到時見，記住訂閱同金鐘仔唔好錯過。多謝你收睇樂齡新時幹，我哋下條片再傾過，拜拜。